3年来，当年差不多还有2万个成人生活头受到苦痛的环境度，尤其高风险家庭的照顾者，个别有酗酒同吸药是都有年头的情形。成人本苦痛的几率，更加是普通成人的3倍。其中，2022年发生的2岁的王后受到苦痛致死的事件，每本社会同关注。因为其实连续3年，客家电视台而推出最通行关怀高风险家庭的报道。希望是在减少高风险家庭的悲剧。陈爸爸意思大人公60仍然出現8個口位，根本估唔到5個高大夫咧。一條生意呢，當然我都是有認真長期無人看顧、無人教。又出現發展緩慢、唔多效工化一條問題。第一個角是經濟，第二個角是婚姻，第三個角是健康。也就是說，支撐家庭可以穩固的話是這3個角。那如果其中有一個角可能不夠健全的時候，也許這個家就會有一個搖晃的狀況。照家父基金會統計，2012年台灣兒童數年苦痛嘅原因當中，漸漸嘅有幾成為苦痛嘅人普遍就冇親子教育嘅知識。42.5%嘅時爆炸婚姻唔調和，故說家庭關係唔貼貼。40.5%係家庭獨當危機，冇社會支持系統來填數，故說成人嘅數年苦痛。另外，認真屋企苦同照顧者情緒唔穩定，你是知道成人嘅數年苦痛嘅機會未增加當多。高風險嘅父母親通常佢即下講，安養院做係唔錯嘅，不過控制不了。所以該社工員也去教父母親，去學習用反應控制你自己嘅脾氣，唔好按叫做動不動就要罵小孩、打小孩。所講嘅高風險家庭主要係屋企出現經濟困難，也係野外感情唔好，也係空間有問題，又係認真發生事故，使到屋企成人嘅無人來看顧。除加強防治以外，有必要還要用強制措施來保障成人嘅安全。我們原則上面1個月會至少會訪視到安家1次，不管是父母還是小孩，大家都會至少有1次，等於說是定期的跟這個家庭保持密切的聯繫，然後了解他們家發生的狀況，可以讓他是自己可以扶理的，就可以站起來的方式，是我們比較想要推動的。那另外一種所謂的安置，就是說這個家庭他已經失去了照顧這個孩子的功能，所以這個孩子面臨到生命安全的危險。今年政府普渡嘅高風險家庭兒童人數，民國94年係2803，去年嘅認證加到為44830，都係15批卡價。一旦離婚的，就是要把小朋友送給機構或者什麼的，他們是我責任的，我能陪同他們長大是最好的。當到高風險家庭嘅主要照顧者，係希望靠設家來維持家庭完整。政府除結合兒少團體來加強親子教育，希望就提供醫療服務同普渡經濟弱勢人就業，為高風險家庭恢復家庭功能重新再個把控起來。客家新聞賴冠義陳彥祖特別報道。